在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，讲到以色列军方第31，搁在空袭加沙走廊北部的贾巴利亚难民营，上无有50个人死亡，150人受伤。国际社会是伫咧呼吁赶紧停战，进行人道救援。也讲当地有真侪囡仔拢已经过往啊。哈马斯表示讲，未来这几天会甲外国人质放出来，也若这个加沙地区也会变作是以色列军队的纵深之地。 以军32大规模空袭加沙北部，将加巴利亚加沙地2个难民营炸掉。初步统计造成至少50人死亡，150人受伤，也有数十人待伫石头堆。民众伫庄仔厝下中找找亲友，对有人伫的应该安全的主题区，选择做攻击目标，真愤慨。 امن في بيوتها ولك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صهيوني يابى الا ان يدفع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فاتوره غاليه من الشهداء وهم الاطفال جلهم الا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والشباب الابرياء لا مظاهر عسكريه هناك. 以色列军方证实空袭加巴利亚难民营，表示攻击目标是哈马斯中部据点，搁炸死甲拆撤侵袭以色列有关的哈马斯主要指挥官，也指控哈马斯用民间做暗号。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再次呼吁保护冲突区内的平民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声喊：人道停火，唔通互炮火甲欠清气饮水继续夺走加沙儿童的性命。 Now more than 3,450 children have been killed. Staggeringly, this number rises significantly every single day. Gaza has become a graveyard for children. It's a living hell for everyone else. 加沙的公共卫生灾难长咧摊开，随着能源渐渐的用了，病院面对愈来愈侪增加的受伤的人，唔知要安怎办。初一加沙南部再次通讯中断，有消息指出，立法关卡上紧初一搁一摆开放，互当上患者前往埃及就医。那伊讲甲一车救援物资，也已经伫关卡外口提名。哈马斯表示，经过协商者协调，因未来几天内会陆续释放非以色列人的外国人质，也讲会互加沙整做以军的网啊，另外放出影片展现武力，显示卡萨姆旅的海军将希雷为工厂刷到海堡联合制海，讲希雷向准的当时10月7日，推实以色列行动中的海军目标。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。